老李，第一次卫星凌空的时间到了。还有3分钟，卫星即将到达凌空，准备停车。2分钟就够，咱们还可以继续前行。帮忙，停车，必须停车。卫星的热感应功能可以提前做出预判，如果车停得晚，即使车辆不动，卫星也会监测到发射车热源，我们还是会暴露。夏卓说的没错，停车。他们怎么停车啊？还有2分钟，2分钟，我起码能甩他们2公里。现在时速多少？我说我，不用这么快吧？能赶一段是一段，前面路况复杂，能开20就算烧高香了。还有1分钟。通知822车，为规避卫星凌空，停车4分钟。报告车长，指挥部发来命令，我车因为规避卫星凌空时间，强制停车4分钟。停车！不是吧？卫星凌空时间倒计时：10、9、8、7、6、5、4、3、2、1。启动车辆。是。现在我们落后3分钟的行程。放心吧，我来提速。注意油耗，问题不大。822车肯定为规避卫星领空的时间，被指挥部强行停车了。这叫什么？啊，该来的总会来，以为自己领先，指挥部可不允许。行了，咱们距离最后一个发射窗口只剩下20个小时了。7、6、5、4、3、2、1，师长，4分钟到。蜗牛村村民薛明奇，疑似偷拍待机库和装备视频，并打伤了小学校长赵一。他现在开着赵毅的小货车，已经潜逃了。薛明奇很可能受到了间谍的收买，暴露我待机库的位置和装备照片。老李，联防，家贼难防。车辆可以跟踪吗？暂时不可以。不过，我们可以根据车辆的速度和道路的情况，可以判断，在24个小时之内，他不可能逃出我们的法网。您往什么时候恢复？有消息吗？最快明天早上。
明天早上。也就是说，他偷拍的视频暂时无法通过网络传播。是的，但是也不排除当面交易。赵毅情况怎么样？已经处理完伤口了，没有什么大碍，目前正在卫生队接受治疗。警卫排注意，警卫排注意，我是吕征，我命令你们立刻返回连部，加强营区的警戒工作。现在营区内有10几名学生和2名老师需要保护，并且严格排查周边的可疑人员和车辆。老吕，老徐要追吗？派出无人机进行搜索，同时派出1辆电子干扰车，阻止一切手机信号，让咱们的车辆启用卫星加密通讯，防止干扰。还有，同时告知咱们的发射保障车辆，密切注意排查周围的可疑车辆和人员。好，下周。随时随地啊，把无人机的画面给我调出来。个老鳖孙！我是刘琦，我是刘琦，待机库开门，待机库开门。出发！报告，指挥中心发来指令，我区域将开启电磁干扰，请全体号手将单兵通讯切换至卫星加密通讯设备。不是，就2辆车，开什么电磁干扰啊？应该是限制区域内的民用设备吧？不会是发现间谍了吧？不让咱们通话，让咱们用讯道。好好开车。宝宝，你刚才说什么？开玩笑，开玩笑的。啊，咱们这都是阅兵的装备，不怕间谍。班长，是不是刚才出发的时候待机库的位置泄露了？不能够吧？能吗？探叔，你觉得呢？我觉得多此一举。你们不觉得奇怪吗？演习区域就咱们2台车，咱们直接对接的通讯是指挥大厅。现在山体滑坡造成周边道路堵塞，救助救援都需要通讯保障，抢修还来不及，怎么会干扰呢？大叔，咱们是定向干扰，只会针对咱们的演习区域啊。问题就在这儿，即便是定向干扰，多少也会对周边造成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周边基站修复的过程中，我们干扰，只能说明一件事情：演习区域内有必须要中断的异端通讯。石班长，我们能再快点吗？已经落下10公里了。要不你来开？别着急啊，我已经算过了，夜里只有2次卫星临空。一会儿我接替陈班长，咱们争取人歇车不歇啊。但928车也可以这样。怎么，这才超过1点就开始心慌了？24个小时的拉力呢，这才哪跟哪儿啊？排长说的对，先赢不算赢，后赢赢一堆。还看发射流程图呢？这个你早应该倒背如流了吧？背得再熟也会忘了。慎重，你别打岔啊！欧阳俊说的对。嗨，我呀，真是羡慕欧阳俊。
羡慕我？当然，第100枚导弹要从你的手里边冉冉升起。我当了10年的兵了，没有这命。那就让欧阳俊让给你，欧阳俊肯定答应，是不是欧阳俊？把机会让给秦丽没问题吧？行啊。没事，没事。老赵，你就踏踏实实躺着吧。我们已经派出搜捕人员了，什么无人机、警戒分队，这些全上了。放心，跑不了。谢谢。那你先好好休息，我先出去了。谢谢大夫。哎，别哭了，别哭了。疼吗，爸？没事，来，擦眼泪来。好了，我去跟大夫说几句话。严大夫，严大夫，谢谢你啊！没想到你居然救了我爸。真没想到你居然还卖我假面膜啊！面膜是假的？不可能啊！现在先不说这个，等回头啊，我把面膜给你，你自己看。哦，好，我假一赔10。我相信你，你也挺不容易的。严大夫，我爸没事吧？没事儿，但是要是再扎深一点，他的皮就裂了，我也就无能为力了，就只能去大医院做手术了。所以啊，已经是万幸了。放心吧。好，那我先走了。好，谢谢。全体都有，按警戒部署散开，切记，别吓坏孩子。加油！走！报告。排长，这么大动静啊！你以为是小事吧？拍了照，打了人，抢了车，必须严查到底。哦，那个排长，我能借辆车吗？干嘛使？那个之前老校长说要回学校帮孩子们拿点学习用品和书本什么的，我想借辆车给拉回来。1个小时够吗？够用，我知道路。于班长，收到，请回答。收到。我和易子墨去趟学校，1个小时后回来，这里交给你指挥。收到，明白。踏车。是。班长，你看，这么大棵树啊，这怎么办呀？怎么办？要不然你等8号来了一起搬吧。拿拖车绳，出去拿绳。
无人机给我保持好高度啊！不要让这个老鳖孙发现咱们，打草惊蛇了。是。报告，发现目标。这个老鳖孙干嘛呢？看手机呢是吧？来，把手机画面给我切出来。报告，对方正在传送文件，速度很慢。速度很慢，也说明信号正在恢复当中。老吕，咱们的电磁干扰车已经到达中心点，需不要进行通讯干预？杨六啊，让通讯干扰车把视频共享打开，把无人机的画面给它传过去，让他们给我盯着画面。这个老鳖孙一旦传到70%，就给我掐死他！我让这鳖孙永远传不出去。是。老吕，需不需要地方公安配合进行抓捕？等一会儿啊，我怕这个老鳖孙不止一个人，还有接应人员。命令，1号无人机给我盯住他，2号扩大搜索范围。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咋了？谁解开的？啊？干嘛？还得用吗？咱要走了啊！再给拴上，拴上，拴上！还拉回去？不拉回去吗？不拉回去是傻子！哎，你想想，咱们耽误了10几分钟的时间，后面的车来，嗖的一下就过去了，凭什么呀？听着是这么个意思。班长。不合适吧？显然咱们太小气了吧？不是大气小气的问题，这叫公平，对不对，夏主？公平是公平，但是这就对了啊！赶紧的，再拴上。你要说平常为战友铺路、清理路障，那都是小事儿。现在什么情况？晚到1分钟，这弹还指不定谁打呢。赶紧的拴上，拴上，把树拉回原位。没默契了，行吧？快说。老徐，哎呀，什么？听声音是吕连长啊！听出来了哈？怎么样？国产的装备挺不错吧？啊，是不是听着挺清亮呢？你是搞测试呢是不是？哎，清亮，听着特别清亮。国货当自强是吧？没错，那国货这就是好。行了，既然国货这么好，别卖了，啥玩意儿？卖啥呀？老薛你看你呢用的是国产的手机，拍的呢是国产的装备，用的是国产的卫星，你发的是国家的机密。这样，老薛，咱们呢是老熟人了，你呢带罪立个功我当你一时糊涂，你悬崖勒马呢，跟我那人回来之后呢，老实交代，实话实说，这就算翻篇。不然的话我提醒你一句，死路一条。吕连长，你说啥呢？我说听不懂了，朋友们。这你们就是搞发射，我在底下帮你们搞联防，是不是啊？其实。
就不相信了啊！他们就不停个车、吃个饭、上个厕所什么的，真的连轴干啊！他们三个我太熟悉了。杨万吉是我的新兵班长，能力过硬。这李芒也是老兵了，还有夏卓。夏卓怎么了？没怎么。哎，王阳军，你跟夏卓到底谁厉害？哎，老苗，不带你这样的啊！净往废馆子上扎呀！慢一点！慢一点！这叫公平合理。快！马上解绳子。好。快！田哲，下车。杨建，你们这够可以的。秦排长，你听我解释。闭嘴！你个新兵别和我说话。这棵树，它刚才就横在这儿，挡着路的。合着你们刚才是飞过去的？我们把树挪开，把车开过去，然后再把树挪回来。咱们这是比赛，公平合理，你爱信不信？杨文杰，咱们俩平时关系不错吧？你拍着良心说句爷们儿的话，这么干合适吗？半山腰上啊，拦棵树放在这儿，你怎么不把那导弹拆下来拦在这儿呢？拆了打鸡毛啊！卖货的那个，我跟你们班长说话，别找不自在。秦烈，咱不是第一天认识了。我杨万金是什么人，你应该知道。我做不出这种事儿，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刚才这棵树它就横在这儿，我们把车开过去啊，把树再挪回来，这是比赛，公平合理。你们就赶紧挪树吧啊，怎么也要15分钟。咱们走。等等，耽误我们10几分钟，就这么结束了？没那么简单。怎么拦上的？怎么给我挪开？我要是不挪呢？我拆你轮胎信不信？秦排长，这棵树上有2条绳子连一横，一正一反，正好2个方向。如果你们不傻的话，我相信你们能看出来。夏卓，都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不管这个勒痕是从这边还是从那边，眼见为实，这树就是你们挪过来的。挪开！欧阳，你是个聪明人，你一定能看出来。实事求是啊！发射第一，友谊第二。我没看出来。真的也说瞎话，欧阳，你明明看出来了，这不是我们摆的，别人不了解，你还装糊涂吗？行了，咱们走。我看今天谁敢动我车一下，向后转。杨文基，下车！杨文基，我看了，他们好像没撒谎，这个痕迹很明显。我也这么认为的，咱们好像真冤枉人家了。王军，你说说，说话。看着，刚才为什么不说话呀？我小英有错吗？欧阳俊，输不可怕，怕的是输不起。现在说这些，早干嘛来着？
你跟谁说话呢？跟你。哎，少说两句，赶紧脱书。不用劝我，不用劝我。老将军，我现在以车长的身份命令你，取消你侧发控号手的发射资格，我来接替。其他人拿绳子脱束。没这资格，我没这个资格。你现在给旅长打电话，现在就打。你问问旅长，我作为车长有没有资格取消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侧发控号手的发射资格？打，打呀！哎，行了行了，别说了。再说我们本来就是辈分，没有立功的命。辈分？行，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是辈分。脱束！好，来，你给我跑，来，使劲跑啊！怎么样，老薛？我告诉你，刚才1个无人机，现在2个，挺好。左右声环绕，彻底变成立体环绕声了。这样啊，老薛，你不是觉得你自己能跑吗？来，我跟你比个赛，看看你能不能跑过无人侦察机。来，预备，1、2、3。对于这种什么同学情分，什么嘘寒问暖，什么肝胆相照，他最近跟咱们走得这么近，我就知道没安什么好心。黄鼠狼给击败年了，这下好了吧？一听说自己不是侧发控，马上就肚子疼。再回来的时候，组队都组好了，也不知道他给连长吃了什么迷魂药，愣是让备份单元跟我们竞争。行了，道歉了没完，别跟老太太一样，行不行啊？做男人就得这样，丁是丁，卯是卯，只要做得正，就不怕别人给泼脏水。小哲，你也别生气了，咱们眼下最主要是保持咱们领先的优势，这第100枚弹，非咱们不可。班长，我没有生气，我就是觉得可惜。你说一个这么聪明的人，为什么在名誉面前这么不择手段？不说了，说多了嘴贱。行了，带回。班长，你看，后面的822车出事了。减速，李忙，联系82。82，听到请回答。82，收到请回答。报告，没有回应。掉头。什么？掉头？我说掉头。822出事了，必须回去判明情况。王茂，班长说的对，咱们还是要以大局为重。我们必须保证备用车组顺利进行，为的就是我们旅这1枚导弹发射万无一失。成。
孙子的主意，指定是欧阳俊想出来的。没关系，还能追回来。走，赶紧走。你这招行啊，还真让他们上了套，可以将功补过，让咱们重新回到了第一。我呢，把策发空号手的位置现在还给你。哎，对了，刚才说话重了点啊，别往心里边去。连吧，不吵了，偏门驾驶吧。小朱，如果再有一次，你还会救我？会。这比3九尺，都齐了吗？好像少了2盒白色粉笔啊。快点。啊，好，你稍等啊，天都快黑了。哎，太大意了，2盒粉笔。哟，这是饭盒。哎呀，1盒。幻觉，绝对是幻觉。义子嘛，你在那磨磨唧唧干嘛呢？啊，跟你说天都快变了，啊！别动！刘渣渣，别动，稳住，端平稳，调整呼吸。给我，你还在手呢，拿不下来。去哪儿啊？找人帮忙。你疯了？要炸死一片吗？
就凭我们俩，怎么拆了它？不行不行，会连累你们的。少废话。还有55分钟，够用。这破玩意儿，计时器都不知道准不准。听我的，千万不能毁待机库。叫他们带上破拆工具，找个山头，拆不了就地绑埋了。放屁！李子鹏，相信我，别怕。怕？我现在都怕过劲了，大不了把我手剁了，就是手剁了，以后谈不了急的了。一群畜生，连孩子们都不放过。这是计时的，连个取消按钮都没有，怎么暂停啊？这炸弹要剪线。剪线？你看这么多线，谁知道剪哪条？剪错了，大家都没命，还不如把我手剁了。李子墨，我现在命令你，不许说这些丧心的话。能把它装上，就能把它拆了。停那干嘛？回连部。不行，孩子们都在那儿呢。把孩子们都疏散，启动应急方案，不毁待机库了，也只有这个办法。赢了，咱马上就要赢了啊！进了前面那个圈，咱们就赢了。这还得感谢欧阳军的燃烧桶啊！一爆还一爆。就是，连安妈想超我的车，哼！我们是百发百中。报告，我实弹发射车组即将抵达152，目前2车一切正常，车载人员一切正常。822车时速52，预计1分15秒后到达；928车时速51，预计2分32秒后到达。报告，所有气象站及各观测点汇总数据。未来1小时内，发射阵地天气多云转晴，西南阵风2到3级，温度17摄氏度，湿度57%，水温观测数据正常，综合气象评估，适宜执行发射任务。老兵就是老兵啊。到什么时候是？外勤发射点一应报告，目前发射阵地周边45平方公里区域内安全指数汇总正常，多点巡逻警戒，没发现任何异常，综合评估，适宜执行发射任务。外勤点请通电报告，目前发射阵地通讯联络一切正常，通过协调调度，发射阵地领空50分钟平流层及对流层内可保证无任何飞行器领空，确认低空进空安全，综合评估，适宜执行发射任务。战线开。报告连长，82车率先到达1512阵地，车辆正常，装备正常，随时可以发射，请指示。原地待命。报告，未来1小时内，过境北斗卫星全部协同待命，外方卫星领空概率为0。参与本次实弹发射的北斗4S、5G、6A 3颗卫星已完成发射线准备。通过波段为2D3、89H、4K13，协同波段为 A9、97，联制波段为 Y430，备用波段78KL。目前所有工作波段参数正常，综合评估，适宜执行发射任务。连妈，迅速进入预设阵地。是。2车已全部到达152阵地，进入预设站位，实弹发射30分钟准备。
向右看齐，向前看。报告连长，928号发射架已经抵达1512号阵地，车辆正常，装备正常，检测完毕。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家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息声，是荣耀回归了星辰。